秦国变法的商鞅，竟被信君夺命了。都说他是做法自毙，可惜了。大王，秦先王孝公重用商鞅之法，尊爵必赏，有罪必罚，兵动而地广，兵修而国富，立威于诸侯。我大楚想要与诸国争雄，何不效仿之？商鞅之法，弃道而用权，废德而任利，使得秦国上下怨声载道。大王，千万要慎重。微臣有要事向大王禀报。啊，太史令，请随我来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我看到了。你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霸兴了。霸兴出事，4府变，6甲乱，主天下大变。这是天要兴我大楚啊！大王，你仔细与寡人说说。臣观此星出生于玉女星之南方，正对应我们楚国。主后宫有孕者，定生霸主。你是说，霸兴将降生在寡人的后宫？降生的是天下的霸主。宣永相令。微臣拜见大王。寡人问你，近日后宫可有妃嫔怀孕？禀大王，诸位嫔妃并无人怀孕。不过什么？举姬宫中有一应女项氏怀孕，已经6个月了。哦，果然有孕者。商鞅一死，其法必亡，我们最大的敌人秦国必然衰落。如今霸兴又要在我楚国降世，横扫6国，统一天下的霸业，是看到曙光了。天佑大楚，恭喜大王！举姬，你可知罪？臣妾不知。你竟敢对我不敬！王后圣明，臣妾打死也不敢的。前日我命你毁掉你那件新做的缂丝绣罗衫，臣妾已遵王后之意办了。可你竟敢偷偷向下人抱怨，说那件衣裳花了逢人绣娘半年的心血，你用尽了手段，胡媚大王，我罚你，你还心存不满。王后，什么事？举姬，退下。说吧。举姬的硬婢项氏怀孕了，堂妹说她生下来的孩子主天下大变，将是霸兴，兴我大楚的霸兴。大王听了大喜，重赏项氏，封她为夫人了。霸兴，这大楚社稷明明是大王和我儿米怀的，堂妹这是妖言惑众。大王对此却深信不疑呢。看来这后宫要出个与我儿争太子之位的孽障了。王后的意思是，给那位项氏把脉的是哪位太医？女医林氏。儿臣女医，从何学的医术，习得何书？小医曾师从秦越人习带下医，所修之书为《内经》《灵枢》《素问》《开产书》等。至今已治妇人病130又2，助产胎儿40又7。秦越人，莫不就是扁鹊？家师医道高深，因此时人以古医扁鹊之名相称。
名师出高徒，想来你的医术不错了。你可知此地为何处？宫里的隐公处，作何用处？阉割4人。听说你有一个儿子叫金儿，今年几岁了？不敢劳王后过问，小儿7岁。戴瑁，奴婢在。我身边正缺一个伶俐的侍童，明日你就把金儿接进宫来吧。是。小儿卑贱，岂能伺候王后？就这么定了。王后，人常说，妇人怀胎最是生死攸关。我且问你，你既称曾助产胎儿40有7，那其他妇人们若怀身后滑产者有几成？难产者又有几成？且出生后死胎又有几成？这怀身之险，常有滑产者半，难产者又半，死胎又半。然宫中不比民间，诸事皆备，女医侍任，自然。我已知详尽。怀身之险，滑产者半，难产者又半，死胎又半。那顺产者百不足10，乃是常理。我把项事交给你了，你放心，若有差池，必不会怪罪于你。王后，小医学的是救人之术。你是要救人之术，还是想让人把你儿子接进宫？你自己决定吧。项夫人，请您用药。哦，来。今日之药可与往日不同，闻着似有些难受。应王后之嘱，新换了药方，夫人喝下去就好了。哦，女医治，项夫人刚刚用过早膳，这药的气味会让夫人觉得闷胀。您先把药放这儿，待会儿奴婢再服食夫人喝。夫人，用药有时，过了时辰，药效就差了。且慢！见过举姬，这是项夫人的药吗？正是。项夫人怀的乃是霸兴兴我大楚之人，不可怠慢。我刚刚启奏大王，从今日起，项夫人用的所有药，需全宫御医共饮药方。见要熬药之事，须由永相令亲示。是。哎呀，药都洒了。自今日起，直到你生下孩子，你和我一同住在这云梦台的主殿里。这是我的卧榻，你就在此歇息吧。啊，应女不敢僭越。让你住你就住。倘若你诞下霸兴，你的身份就会比我高贵，或许还会比王后更高贵。啊，可是……没什么可是的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。夫人，这是女医治刚刚打碎的药碗，奴婢拿来了。淡竹叶，碎骨子。哼，你打碎了这碗药，
却碎不掉它的味道。这要平白打碎了，倒是可惜。可惜？你是可惜他没有害了你孩儿的性命吗？什么意思？淡竹叶，性刚荡寒，平日服之亲热利尿，然孕妇服之，更具打胎滑胎之效。它还有另一个名字，叫做碎骨子，骨能碎之，延其下胎之烈性。这是谁要害我？你说呢？难道是女医治？我与她无怨无仇。自然不是她。那会是谁呢？应女未卑，我在宫中向来小心做人，不曾得罪过谁。哪用得着你来得罪？此人一手遮天，这后宫女子谁能生谁不能生，全凭他做主。你不奇怪，我怎能知晓得如此清楚？5年前，他让我喝下过同样的幽药。小医试过了，没有成功。那就再试。太难。你是宫中行医高手，总会有办法。相师身边的耳目实在太多，无法下手。你是想说这个差事你干不了了？那好，我可以换人。不过，明日就让你的金儿进宫替你复命。不，王后，我是说，只是眼下。眼下？是。只是眼下没有合适的机会。这不用急，机会你会有的。大王，王后来此何事啊？相夫人即将临盆，既然相夫人所怀霸星是我楚国大兴的吉兆，臣妾怕相夫人福泽不够，降不住霸星。特愿在相夫人生产之际，将臣妾所筑高堂台让与相夫人居住，并请巫者于台外跳巫祈福。你竟能如此识大体，寡人很是赞赏。那就按你说的办吧。日西川流，木墙雨细上头。举姬，请留步。我与相夫人住在一起，让我进去服侍相夫人生产，应有所注意。这是王后所居之所，相夫人生产之时，只有女医和王后可陪伴在侧，这是王后的意思，更是大王的旨意。见大王。大王正在里面与臣子议政，非诏不得入内。启禀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举姬求见大王。大王饶命，没能拦住夫人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出去！大王，我是为了霸星而来。霸星？相夫人生产霸星岌岌可危，性命攸关。此事干系我大楚国运昌隆，更与大王统一天下之霸业息息相关。求大王亲事，保后宫母子平安。举姬呢？
狙击在哪儿？相夫人，我要回云梦台。相夫人，别动。相氏怎么样了？相夫人脉象急促，快要临产。你过来。还记得你曾跟我说过，妇人怀胎，怀身致险，花产者半，难产者右半，死胎右半。眼下机会来了，去吧。大王到！大王，相氏如何了？大王，妇人生产乃血光之地，大王尊贵之身，你快说，她到底怎样？女医说，胎儿难产，只怕是凶多吉少。大王，传寡人的话，一定要保住我大楚的霸心。女医们正在努力，可是生死有命。大王，让臣妾进去看看吧。大胆！恭喜大王，霸星降世了！恭喜大王！快，把孩子抱出来，让寡人看看。来，让寡人抱抱着霸星。恭喜大王，相夫人为大王产下了一位小公主。你说什么？到底是公子还是公主？大王，确实是位公主。怎么会这样？霸星，这就是堂妹说的霸星吗？哼！此霸星，真是意外之喜。哼！大胆堂妹，你竟敢欺君！你跟寡人说有霸星降世于后宫，可这出世的孩儿却是个女婴。大王，臣只据星象言事，不问男女。哼！难道你想说？霸星竟是女子，阴阳相晓，杀气冲天。霸星若为男子，乃国之幸；若为女子，恐怕怎么样？福祸难料。这么说，那丫头有可能是祸害，千万留不得。大王，天象已显，非人力所能更改。若是逆天而行，必受其害呀！住嘴！你欺君罔上，寡人让你观看天象。看的是天意，你却跟寡人说什么福祸难料，要你这双眼睛有何用？来人，在！大王，给寡人挖去双眼，流放边关，永不得回郢都。大王，天与之，岂能不受？天命不可违呀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您看那孽障怎么办？难道真的是天与之，天命不可违吗？依臣妾看，既然是天命，那不如就让他听天由命好了。夫人，王后有旨。来，此女因降世，非祥瑞之兆，是生是死，由天决断。抱走。求求你，不要带走我的孩子！求求你，求求你们不要带走我的孩子！夫人，我的孩子，你刚刚生产，夫人，我的孩子，夫人，你随意走动。我的孩子，夫人，我的孩子，王夫人，
是好。生下的是个女婴，又不是男孩，有与没有，又有何区别？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孩子，做了鬼也别怪我，要怪，只怪你投错了胎。你们看，寿司命显灵了！寿司命显灵了！这孩子真是命大呀！看来，不管这孩子是不是八星，都是有些福缘的。你说呢？大王说的是。今晚月光皎洁，小公主就取名叫月儿。姓大王，我的小公主，以后你的名字就叫明月。元气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南面的大殿，那大殿里有什么？有你父王。站住！你是谁呀？我不要你管，放开我，让我进去。不行，快回去！放开我，让我快回去！进去！不行，你快回去吧！放开我！不行，你快回去吧！你到底是谁呀？我自己回去。你不能进去！快回去吧！你不能进去啊！嘘，小声点，小心吵着大王。大胆！好了，怎么把孩子放进大殿里来了？大人恕罪！谁在那儿啊？回禀大王，是个孩子。孩子怎么会到这儿来？小的失职，我这就把他赶开。哎，算了，让他进来吧。寡人倒是想看看，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闯寡人的大殿。是。你是谁啊？你是谁？你猜猜。你是大王。那你是谁啊？你也猜猜。你一定是寡人的公主。
可你是哪个公主呢？你知道的。寡人不知道。寡人有10几个公主呢。哼。嗯，哼，这孩子气性挺大的。嗯。我叫芈月。哦，还是你给我取的名字呢。哦，是你呀！寡人知道了，小霸星。没想到你都长得这么大了。我也想不到啊。你想不到什么？我原来以为你是一只大老虎。寡人怎么会是老虎呢？老虎是大王啊，你也是大王。好吧，就算寡人是只大老虎吧。你站起来。为什么？你站起来。哎，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娘亲说过，老虎的屁股摸不得。哎，老虎的屁股摸得是吧？哎，你摸摸这儿，看老虎的脑袋是否摸得？老虎的脑袋也摸得，老虎的须子也摸得，老虎的鼻子也摸得。父王，你去看看我娘亲吧。你娘亲？她是相夫人。哦。她很想你的，日日都想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她日日都站在门口，朝父王这里望啊望，就是不说话。哦。可是寡人今晚已经答应去王后处用膳了。好吧，回去告诉你娘亲，寡人今晚就去。好，你要说话算数。好了，眼下寡人要忙政务了，你自己去玩吧。好。哎，等等等等，父王告诉你一个别人不知道的秘密，在大殿的后面有个偏门，以后你就从那里进出，不会有人阻拦你。好。夫人，大王来了。臣妾拜见大王。免礼。臣妾蓬头垢面，衣衫不整，望大王恕罪。怎么，月儿没告诉你，寡人今晚要来？哦，小孩子的话怎可作数？寡人的话可是要作数的。你怎么哭了？臣妾高兴。过去寡人冷落你了。夫人，大王去了相夫人那儿。大王去了相氏那儿？是奴婢亲眼见到的。4年多了，这云梦台都快成了冷宫了。不知大王今日
怎么就想起了云梦台？大王不是想起了云梦台，而是想起了项氏。还是有子嗣好啊，大王至少会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来看看他的娘亲。哼！父王。你是来叫父王去看你娘亲的吗？不是，月儿来看看父王。娘亲说父王走到他那儿不好。有何不好啊？有人会不高兴。谁会不高兴呢？只要寡人高兴就好。这些点心好吃吗？好吃啊，你吃吧。可我娘亲说不能乱吃别人的东西。哦，你娘亲把你管束得很严呐。可你又不是别人，你是我父王啊。此话有理。那我就尝尝。吃吧。大王，小公主睡着了，我还是送她回宫吧。寡人想歇息了。大王，您去哪儿？还能去哪儿？去他娘亲那儿。哦，是。自楚宣武王以来，楚国一直是诸国中的王者。前不久，齐王、魏王等人在徐州会盟，竟然相约并力讨伐楚国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大王，微臣还听说，齐王已派使臣去见越王吴江，越王已答应齐国共同攻楚。齐王居心叵测，一心与寡人争霸，不灭齐王之气焰，寡人食无味，寝不安。寡人有心亲自率兵讨伐，先攻越国，然后移师北上。大王，既然您已有决断，这是一场大战，我等需在粮草、兵器、战车、舟船等项早作筹划。启禀大王，永相令有事禀报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拜见大王。后宫又有何事？恭喜大王，相夫人怀孕了。本王刚决定出征，项氏就有了身孕，这是吉兆啊！好，恭贺大王。项氏有孕了？怎么会？怎么不会？近来大王去云梦台多少回了，拿小孩子这么宠，算他有手段。那项氏出身低微，就算他有子嗣，偶尔受到大王临幸，又怎可与王后相提并论？戴瑁，去告诉膳房，准备几样大王喜爱的点心，午后我跟舒儿给大王送过去。是。母后去，舒儿可不可以不去啊？舒儿为何不去？父王的脸好凶，舒儿怕。父王是大王，有王者之气，父王何尝对你凶过？舒儿就是不想去。闭嘴！你是嫡公主，畏畏缩缩，哪有点嫡公主的气度？王后，舒公主。举姬，听说你的应妾项氏怀孕了，该恭喜你呀！大王在天子嗣，大家同喜。
哦，大王已经下旨，项氏怀孕期间，一切事务由我来打理，以免劳烦王后和其他姐妹。那就有劳你了。大老虎舒服吗？舒服，有小老虎敲背，大老虎太舒服了。来来来，这儿也敲敲。还有这儿，这儿也给敲敲。放肆！芈月，身为王女，怎可军前无状？月儿孝顺，给父王捶背，何过之有啊？臣妾是怕小孩子没分寸，坏了君臣父子之礼。你是在说寡人吗？臣妾不敢。是淑儿好久未见父王，思念的厉害，特让膳房做了些点心给父王送来。淑儿，来，到父王这儿来。来呀，快去。你怕寡人？寡人的样子很凶吗？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哎，你看她，她是你妹妹，她就不怕寡人啊？原来你是我姐姐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母后，父王，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去玩吗？当然可以，去吧。我们出去玩了。膳房新做的点心，快给大王端上来。大王，这天气潮热，绿豆糕最是下火。王后有心了。这些日子，大王很少去后宫，后宫的嫔妃们都盼着呢，如大旱望雨。这阵子国事过于繁忙。国事繁忙，大王还要注意身子。大王若是要去后宫，也望能雨露均沾，免得会有怨言。哦，有何怨言？说来寡人听听。这怕是王后对寡人有怨言吧？不敢。要与我玩什么？你会放屁吗？放屁？放屁会。那你放一个。你看我的。我放一个。我可以放个连环屁。我也会。亏了母后不在，她若见了，定会说我们行为粗鄙、大发脾气的。母后为何生气？因为我是公主，应当言语得体。我也是公主，但是我娘亲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得体。但我是嫡公主啊，那有何不同？你见了我应该行大礼。好吧。好了，我给你行礼了，你应该向我行礼。为什么？来而不往非礼也。那好。淑儿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们在礼尚往来。大胆！你们可知礼仪廉耻，尊卑有序，简直没王法了。芈月，你给我跪下，即刻向嫡公主赔罪。跪下！我不跪，我不跪，我为什么要跪？我不跪，我就不跪。王后，我不跪，我不算了，跪。小孩子玩耍，别太认真了。大王，芈月刁钻顽劣，目无尊长，若无人好好管教，寡人倒是看着孩子，天不怕地不怕，率真可爱的很。可惜是个女孩，若是个男孩，前景不可限量。朝阳，伐越攻齐之事筹备的怎么样了？我等已筹集兵力10万，战车3000，粮草舟船也都准备妥当。万事齐备，只等大王发令。好。屈子，你是大祭司，就由你为大军择一出征的吉日，让那些鼠辈们看看
我大楚的气势。是。还得再烧点热水。烧。夫人用力，热水来了，快出来！放那，快出来了！快，夫人，再使劲，已经露头了。快，裹巾。见过大王。生了吗？孩子如何？恭喜大王，相夫人生了一位小公子。哦，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寡人明日就要出征，宫里又添了位小公子，吉兆。大王，何不给小公子赐名？起来吧。寡人戎马一生，小公子就取名为荣。今生相氏为妃，赐章华台，赏锦缎100匹，华服10件。是。臣妾替相妃谢恩了。谢父王。哎，月儿，父王就要去打仗了，你在宫里要听娘亲的话，做父王喜欢的小老虎。好，月儿知道了。大王即将出征，还有何事要吩咐臣妾的？本王此次出征，少则1年，多则2载。太子监国，朝阳屈原辅佐。出征日久，后宫就全靠王后打理了。大王放心，臣妾竭尽全力，不辱使命。这就是我的寝宫，以后我和孩子就可以住在这儿了。相妃，王后谨遵大王旨意，已将赐给相妃的华服做好，请相妃更衣换装。这些是王后特令永香精心赶制的，相妃云容月貌，穿上华服更增荣光。这衣裳如此的精美，我若穿戴它们，也许过于华贵了。玳瑁服侍相妃更衣，这怎么好意思？我自己来就好。这是奴婢的职责。玳瑁姑姑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别碰！记住了，在这宫里，不该问的话别问，不该碰的东西别碰。是，姑姑。夫人，您的早膳。夫人，您的脖子……啊，我的脖子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一夜之间，臣妾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这是恶疾，快，立刻封宫，待相妃出宫避疾。是，带走。不会的，王后，臣妾不是恶疾。王后，王后，王后，臣妾不是恶疾。娘亲，娘亲，娘亲，娘亲。
我出宫，放我出去！这里是我家，我叫魏家。有人让我照顾你。你照顾我？我的侍从呢？侍女呢？嗨，还有什么侍从侍女啊？有我魏家照顾你，保准伺候的你美美的。你别过来！不要！我是大王的妃子，你要是敢冒犯我，小心你的狗命！我魏家是烂命一条，要不要的无关紧要，只要能和你风流快活，千刀万剐我都愿意。哎呦我天！我告诉你，我是有恶疾的人，有恶疾的。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哪儿去了？芈月公主，月公主，月公主，你怎么又上树了呀？当心摔下来。树上多好啊，看得又远又凉快。出国700年，哪有一个上树的公主？公主为什么就不能上树？当公主就得傻呆呆地坐着，闷死了。什么话？小心一会儿又要挨板子。姑姑，你说宫里这么好，为什么小鸟都喜欢飞到宫墙外面去呢？外面天地大呀。所以当公主还不如一只小鸟，有什么好？好吧，你就在树上待着吧。蓉儿肚子饿了，葵姑要给蓉儿做好吃的点心去了。皇歇奉师屈原之命前来拿取祭品，请厨娘相助。哎呦，你就是皇家的歇公子啊！我们这里的人呐，都听说过你的名字，说你年少聪颖，举目成诵，是屈夫子的得意弟子。皇歇愧不敢当。哟，瞧你这样子，彬彬有礼的，是个小君子。我跟你说啊，今日厨房正忙着给王后和舒公主做桂花糕，所以祭品还没有来得及做，你在这等一会儿吧。啊，有劳了。哎，怎么少了？不可能啊，我刚放了。你看，哎呦，你看我这记性。这事儿你可马虎不得啊，闹不好咱俩都得挨板子。是，您多担待。奇怪，怎么又少了2个？真是怪事儿！我刚刚明明放的呀。我也看见了。不对，闹鬼，肯定有鬼。大白天的闹什么鬼啊？有贼！哎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小东西，大白天装神弄鬼的啊！我就不信我抓不住你！过来！别碰坏了我的东西！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！小小年纪就不学好！别推了我过来！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哎呀！别跑，我都站住！我看你往哪儿跑！哎呀！
小贼！你才是小贼！这高本是我的东西，我这是自取。你什么意思？真是个呆子！宫里的东西都归大王，对不对？大王是我的父王，大王的东西要赐，会赐给谁？当然是赐给我了。所以宫里的东西也就是我的东西喽。说起来，你我从没见过面，却帮我，图什么？皇歇只是看不惯以大欺小。难怪厨娘叫你小君子。来，月儿赐你1块糕。君子不受嗟来之食。哎呀，算了吧，拿着啊。不过你只有1块哦，剩下的是要留给我弟弟米荣的。这糕真好吃。你说，你是公主？难道有假？倒也不是。大王的儿女很多，只是你的穿戴打扮也太破。实在是不太像，不像个公主。他们也是这样说的。谁？那些像公主的人呗。你等着。不像公主又怎么样？那些像公主的人，他们会吗？皇歇心服口服。行了，这个果子就送你了。哎，你这软鞭好灵巧，能让我看看吗？给。别人的软鞭呀，都抛不出石子，而你这软鞭真好，既能打远物，又能打近物，真稀罕。我在鞭子上啊加了个小兜兜，打近物时是鞭子，打远物时啊就是抛石锁。记得呀，小时候有一首玉鞭歌：白马玉鞭金佩银鞍，今日啊才算真正的开了眼界。你要是欢喜，我教你怎么用软鞭吧。恭敬不如从命。看，鞭是一条绳，全靠缠得轻。拾鞭时要收回如虫，放出如龙。你试试。来，抡。哎呦，怎么老掉啊？熟能生巧，多练练你就会了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弟皇歇一拜。小君子，你有什么技艺可以教我吗？皇歇无能，但我有一个师傅，他可是天下第一无所不能之人。真的？你若不信，等过几日我带你去见他。说话算数啊？当然算数。弟子皇歇拜见师傅。弟子芈月拜见师傅。你是谁？我何曾收过你这个弟子？我是芈月，我的娘亲是向妃。既然你是天下无所不能之人，自然就是芈月的师傅。好伶俐的小嘴呀，芈月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是当年宫中传说的那个小霸星。屈子说错了，月儿是月亮，不是星星。不管是星星还是月亮，都不是世间凡人。师傅，芈月想随弟子一起请师傅授业，不知师傅能否答应？不答应也得答应了。你没看见适才他都拜过师了。谢师傅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。你想吃蜜饵吗？10。想啊。11。他们在玩屠湖，用蜜饵做赌注呢。13。你等着，我赢给你看。好。15。我也要玩屠湖。咱不跟他玩。哼，怕输，不敢跟我玩吧？谁怕输啊？你呀。就算让你玩，你也赢不了。那咱们试试。进！我赢了，蜜饵给我。谁说你赢了？
我投进去怎么不是赢了？你们有没有看见他投进去？说啊，你们谁看见他投进去了？没看见。我明明就是投进去了，你们看，这根还插在湖里了。你耍赖！你耍赖！耍赖怎么着？你这野孩子本就不配跟我们一起玩。你说谁是野孩子？你娘亲是陪嫁的应试，生了脏病被赶出宫，你没人管，不是野孩子是什么？你才是野孩子！你娘亲是汪汪乱叫的大野狗，你是汪汪乱叫的小野狗，你们野狗乱咬人。我娘亲生病，出宫避疾，总有一天要回来的。我母亲是齐国公主，大王的爱妃，你这个野蛮人，竟敢打骂我！我去皇后那儿告你！哼，明明是你耍赖在先，你还恶人先告状。妹妹，你怎么为那个野蛮人说话？同是姐妹，谁是野蛮人？你说话要当心。这个呢？这只羊啊，真聪明，真听话。来，看看这个是什么？看看。月儿，怎么搞的？衣服怎么又扯了？来，脱下来，姑姑帮你补补。整日里在外面野，哪还有个公主的样子？我们月儿也是委屈，都是别人招惹月儿的。没有娘亲管教的孩子，怎能知书达理？我不知书达理，我没有娘亲，那我娘亲去哪儿了？这个你别问我。那我问谁？都说他得了恶疾，出宫避疾去了，可是他在哪儿啊？乖月儿，别哭。姑姑，我好想我娘亲，难道我娘亲就不想我和弟弟吗？你娘亲啊，也想你们。那就带我去看看我娘亲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夫人，已经3年了，我哪能不知道？我也是天天数着日子，全都是命啊。走，我们到外面玩去。许娘娘。去见我娘亲好不好啊？月儿，姑姑帮你想办法。乖月儿，不哭了啊。你行行好，行行好，给口饭吃。行行好。有人吗？让娘看看，娘亲，娘的月儿，娘亲，娘亲的月儿。狙击知道吗？狙击其实是假装不知道。月儿日日想你，我看着实在不忍，就偷偷带她出来了。我和月儿也不敢多耽搁。贵姑，月儿，来，让娘亲看看。几年不见，月儿长高了。娘亲，你的病好了吗？娘亲的病早就好了。娘亲，我们回家吧。
娘亲回不去了。为什么回不去了？我和菊姬都知道你在这儿过得很艰难，为了孩子，再忍忍。若不是你们接济，我和小冉怕早就死了。这2日小冉又生病了，我正愁没钱给她看病。丧气的女人！自从你进了我魏家的门，老子就没好过。赌一次输一次，看我怎么打你！你是找打呀你？饭我即刻去做。你们是何人？到我魏家家来干什么？他们是我的故人，来看看我。好阔气的故人呐！运气真好，手头刚输光了，就有故人送钱来了。我跟你说过，小冉这些日子生病了，这些钱是拿来给小冉看病用的，你不能动。看什么病？生死在天，别挡我的财路，拿过来，我去翻本。拿过来！我不给。你给不给？我不给。你给不给你？你放开我！玉儿，玉儿，你快住手！玉儿，你把钱给我！给我！玉儿啊！小兔崽子，你个妖老子！玉儿，你快走，快点，别哭，带他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你给我让开！你这个混蛋！我看你还敢还手！战报！战报！徐州之战大捷！战报！战报！大王要班师回宫了！战报！战报！大王要班师回宫了！战报！战报！大王要班师回宫了！拜见大王！恭喜大王得胜！起来吧。谢大王。寡人出征3年，宫中全靠你来打理，你也辛苦了。大王，这都是臣妾分内的事。臣妾听说大王收复越国，转战齐国，大小之战数10次，3次受伤，心如火焚。沙场刀剑无情，受点伤，稀松小事。一晃3年，寡人见自己的孩儿都长大了不少啊。可不是，大王不在的时候，宫里的大事小情全由太子定夺。经过这次历练，朝阳和屈子都说太子脱胎换骨，可以独当一面了。玉不琢不成器。记得寡人出征时，月美人刚好有孕，项氏则给寡人生了个公子。2个孩儿现在如何呀？月美人生了一个公主，孩子已经2岁多了。孩子生得乖巧可爱，一看就是个美人胚子。举姬携米荣向大王请安，快快起来，蓉儿，过来，到父王这儿来。来呀，快过去。让父王好好看看。像寡人，也像他的母亲。孩儿的母亲项氏呢？大王，您出征不久，项氏便得了恶疾，被臣妾送出宫去避疾，没想到在宫外医治无效，不久就故去了。家人薄命，项氏可惜了。
大王，龙体要紧呐。父王，何人啊？我是月儿。月儿，寡人的小老虎，来，让父王好好看看。哦，几年功夫，月儿已经长得这么高了。唉，可惜你娘亲已经过世了。禀报父王，我娘亲还在世。什么？月儿娘亲没有死。月儿，你怎么知道你娘亲还在世？月儿前不久还见过娘亲，娘亲住在一个小屋子里，被恶人打。当真？此事你禀报过王后吗？没有。你放心，寡人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向飞何在此处？你们是谁呀？我问你，向飞何在此处？那是我的女人，你们谁也别带走她！开门！你们不能带走她！你们不能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大王有令，恭迎向飞回宫。什么？夫人，大王把向飞接回宫了。向飞请您去章华台相会，但宫中人多口杂，只怕很难躲过王后的耳目。既然是大王所为，就不惧王后暗中捣鬼。我们这就去章华台见相师。姐姐，姐姐，应女相师拜见举姬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大王早已封你为妃，你怎可拜我？大王虽已封我为妃，但我自知身为应女，原本卑微，且姐姐一直待我亲如姐妹。这几年，若不是姐姐将月儿、蓉儿视为己出，还不知道这两个孩儿会怎样。姐姐的大恩大德，理当受我一拜。姐姐与我恩重如山，我愿意以命相报。你我情谊，那是姐妹可比的。当年你被人陷害出宫，谁曾想竟受如此凌辱？姐姐不要难过。离宫的这几年，我无数次的想到要死，可又心有不甘。一来，我放不下我这3个孩子；二来，大仇未报。可曾见过大王？尚未。不过大王已经捎来话了，说傍晚时分会到章华台来会见。如今有大王替你做主，你总算是苦尽甘来了。你和月儿还有蓉儿重获荣宠，也应是水到渠成。唉，怕是也未见得。
我现在虽已回宫，可是这后宫还是王后的天下，只怕大王不能长久的庇佑我和我的孩子。大王苦心许你，自然是前情难忘。大王虽前情难忘，可我已遭遇不测，身子被人玷污。眼下最难办的就是这个孩子。大王竟然背着我把那贱人接回宫来。是，我若当初快刀斩乱麻结果了他，也不会有今日的周折。好在那魏甲已经归西，死人是不会多嘴的。可那项氏早已对我恨之入骨，他定会借助大王的疼惜怜爱之计乘势而上，加之举姬在一旁兴风作浪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王后是正宫，王后之子是太子，那项氏出身低贱，烛火之光怎能跟日月争辉？哼，是不是正宫，谁做太子，还不都凭大王的心思？项氏那一对儿女早已被大王视作珍宝，他若想上位，易如反掌。可那项氏与魏甲苟合产下逆子，他若是在后宫得势，岂非楚国上下的耻辱？你是说项氏是带着魏家的儿子一同回宫的？是，听张华台的人讲，那个小贱种已有快1岁了。好，甚好，这也算我棋高一招。凭你项氏再得大王欢心，也是白玉蒙殿曾入沟渠之人，就算大王此刻为情所动，还顾不了那么多。但只要那小贱种在，终有一日大王就会想起他和魏家在宫外龌龊的那几年，大王就一定会嫌弃他。关键是眼下怎么封住他的口？我虽然已经回宫，可王后又岂能放过我？岂能放过我的月儿，我的蓉儿？我想来想去，只有这一个机会了，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。我扳倒了王后，换我孩儿一个锦绣前程。妹妹，你千万不要想窄了，你的3个孩儿都太小了。我就是为了他们，我的命不足惜。我既然已经回宫了，王后势必与我形同水火。我若不孤注一掷，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3个孩子和我任他宰割。姐姐，在我和王后了断之前，我若能与我的月儿和蓉儿见上最后一面，就死而无憾了。妹妹，请收妹妹一半。姐姐，你快起来，望姐姐成全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谢姐姐。月儿，快跟我走！举娘娘，我们去哪儿啊？快走，再不走就见不到你娘亲了。王后来了，向妃放肆，为何不起身施礼？妹妹大难不死，真是有福之人。看妹妹容颜憔悴，定是吃了不少苦头。大王心疼你，姐姐更是心疼。将东西给向妃呈上。是。臣妾曾吃过恶人的苦头，这些服饰，臣妾是打死也不敢碰的。妹妹差人来说要见我，定是有话要说吧。你们都退下。是。
你这是？臣妾这几年生不如死，贱如草芥，全是拜王后所赐。臣妾感恩戴德，铭记于心，变牛变马，不敢忘怀。我如此好生待你，真心拿你当姐妹。你刚刚回宫便血口喷人，你是否害过人？你心里最清楚。向妃，你是失心疯了。我何尝害你，又怎样害过你？空口无凭，要拿出证据来。你向来害人，有恃无恐。这次臣妾就不放过你了。大王公正，不会凭你这三言两语不实之词去冤枉好人。是否冤枉，你心里不比谁都明白。冤枉与否，全凭大王判定。苍天在上，大王自会为我做主。好啊，但要拿出证据来。你说我没有证据？我断定你没有证据。就算我此刻没有证据，很快就会有了。真是笑话。只怕是你成为笑话。等大王看到证据，自会治罪于你。你就等着报应吧。哼，你一个贱婢，螳臂挡车，不自量力。贱婢就是想尝试阻挡王后车马的滋味。你若真想与我为敌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你以为你还是相妃？你在宫外与那泼皮魏甲苟且几年，早就污秽不堪。楚宫乃高贵之地，哪容得下你这卑微之躯？臣妾的确卑微至极，可卑微之躯自有卑微之躯的用处。你是在自寻死路。王后说的不错。王后慢走，臣妾不送。月儿实在跑不动了，跑不动也得跑。月儿实在跑不动了，不好，大王的异常。月儿，我们走近路。月儿呢？蓉儿呢？来不及了，大王的仪仗已经到宫外了，夫人不能再犹豫了。我知道。就放这儿吧。你走吧。月儿，蓉儿，娘亲等不到你们了。记得要让你们的父王为娘亲做主。快见过你们娘亲！娘亲，你怎么样？要撑住，撑住啊！快去
去叫女医。是，快去！娘亲，你怎么了，娘亲？月，记得要照顾好蓉儿。和为啥？记住了吗，娘亲？记住了吗？爱妃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大王，大王，爱妃，爱妃，大王，爱妃，是谁把你害成这样？大王，就是王后赐的。爱妃，害我这些也是王后，大王要为我做主。爱妃，爱妃，娘亲，爱妃，娘亲。项氏出宫避疾不治身亡，你是在蒙骗寡人。我再问你一次，项氏究竟是如何死的？臣妾实在不知，臣妾定会派人查清项妃的死因。不必麻烦了，拿上来。这可是你高堂台的酒具，这踏金酒具可是王后专用的，怎么会出现在章华台呢？大王，酒具是臣妾的。但并非是臣妾刻不离身之物，定是有人窃取来诬陷臣妾的。诬陷你吗？传章华台的侍女上殿。传章华台侍女上殿。拜见大王。实话道来，你是否看见王后进入了章华台，并看见王后与项妃单独相处？是。奴婢所见确实如此。下去吧。大王，臣妾与项妃单独相处确实不假，但臣妾没有毒害项妃，还望大王明察。你去章华台干什么了？臣妾听说项妃受了不少委屈，难免恻隐，原打算到章华台去安抚她一番，没想到见到项妃之后，我们彼此言语不合，臣妾便恼怒地回宫了。哦。谋害项妃定是另有他人。哼，你别以为死无对证，项妃在毒发身亡之前，已将害她之人的姓名告诉了寡人。哼！是王后。大王，项妃定是受人指使，在诬陷臣妾。闭嘴！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更何况项氏性情纯良，可正因如此，才屡遭暗算，丢了性命。而你却说他诬陷你，大王，大王息怒！大王，大王息怒！大王，你旧伤未愈，万万不可动怒啊！滚开！你做出这样的事来，让寡人如何不怒？大王，不必多说，你我已经走到头了。大王，你出去，回你的高堂台去，别让寡人再看到你。大王，王后，奴婢服侍您吃点东西吧。王后，这粥啊是奴婢让膳房。王后，
王后当心！当心！7年前你就该叫我当心了，当心那贱人项氏和毒妇狙击。王后不必过于烦恼，终会有解决困顿的办法。糊涂！项氏已死，无论是不是我下手，我都脱不了干系，更何况我失去了大王的信任。这20多年来，我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从未有个大的差池。如今我一步走错，全盘皆输。他们想用那项氏的烂命换我的命，我若倒下了，下一步就是太子了。王后，儿臣拜见父王。你来干什么？父王，项氏之事，其中必定还有其他曲折。母后一贯宅心仁厚，必定不会做出此等毒辣的事情。他宅心仁厚？哼！这些年，他在宫中做了多少龌龊之事？你是故意视而不见，还是装聋作哑？父王，母后再有错，那也是父王的结发妻子，也是儿臣的生身之母。望父王看在夫妻情分和于怀儿的父子情分上，能够高抬贵手，宽恕母后。夫妻情分，父子情分。你母亲若对我真有情分，就不会背着寡人在宫中杀戮无辜、残害寡人枕边之人。你竟不明是非，为那恶妇求情。可父王这一时之怒，已经引得宫里平起风波。这么下去，人心难免不稳，只怕会……闭嘴！你不明是非，混淆黑白，口口声声为那罪妇申辩，还不是因为他一贯袒护你的短处？尽管你无能，你好色，你自以为是，可在他眼中，你仍是贤明圣主，是大楚的不二储君。大王保重龙体。你即刻给寡人从这儿滚出去！大楚没有你这样的太子，寡人也没有你这样的逆子。父王，滚！大王息怒。大王保重啊！大王的龙体无妨，寡人只是一时气滞。你这是？哦，魏国使臣送来了一份国书。放这儿吧。大王，气滞皆因情志不畅，饮食邪气，君子饮酒3绝而止啊。王后忤逆，太子不成器。这大楚若是交到他们手里，必会被他们败掉。家门不幸，寡人何以解忧？大王，难道打算废后废太子？哼，此事重大，干系国本，大王还需慎重啊！这儿没你的事了，你下去吧。大王。给寡人斟酒。娘亲被人害死了。你们不要伤心，你们已经跟你们娘亲告过别了。大王会风风光光的送走你们母亲的。王后为什么要害死娘亲？嘘，这里是后宫，不害人不能活。可我娘亲从不害人。
蓉儿，我的好孩儿，过不了几天，你那个没用的哥哥米怀就会被赶下太子之位。大王对你另眼相待，说不定哪天会立你为太子，你就是未来的大王，这是你们应得的。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何为连城之家？就是指你们母亲的性命。我只想要我娘亲活着。不许说傻话，你们娘亲死得值得。月儿，以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去爬树，去捉鱼，去挖蚯蚓，我看他们谁还敢笑你。他们巴结奉承还来不及呢。为什么娘亲要死？娘亲不死，我也可以去爬树、抓鱼、挖蚯蚓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一步步走在这刀刃之上，现在我们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，我心里欢喜，我要你们也欢喜。当明日的太阳再照到这宫殿之上之时，这一切就都改变了。戴帽，我是不是已经有了白发？不，王后长发如漆。我跟大王夫妻一场，想必大王是不肯让我死的。与其大王冷落我、厌恶我，让宫中其他贱人们来作践我，倒不如让我此刻就去死。趁大王在气头上，我求大王赐我一死。臣妾的命本来就是大王的，臣妾愿意为项氏抵命，只要大王能消气，保我怀儿太子之位。王后，起来吧，伺候我梳妆停当。是。我是王后，君子死而冠不免。王后，大事不好！怎么了？大王在宫中饮酒过度，旧伤旧疾同时发作，骤然昏厥，竟至无救。什么？注目盖棺！大王！注目盖棺！大王！父王！父王！父王！落！楚王米商突然病逝，举国哀悼。在楚王米商任内，楚国国力达到顶峰，领土最广，国力最大，武力最强。米商死后，谥号为楚威王。太子米怀继位为楚王，史称楚怀王。众卿免礼。威后，母后，大王不必多礼。不知母后来找寡人所为何事？欲求大王一事。母后尽管讲，不论什么事情，寡人都答应你。先王一去，必定寂寞。我求大王应允，让我随先王陪葬。什么？这万万不可，绝对不行！我去意已决。这是何苦呢？寡人知道，母后跟父王间谍情深，只因太过悲伤，方生此念。
可是大王去了那边，路途必定清冷。母后放心，寡人已令晋上拟了陪葬名单，必定不会使父王寂寞。陪葬名单在哪里？我看看。母后请看。除此之外，还有300名奴隶、300名侍女随先王一起殉葬。倒也罢了，再添2人。母后是想让芈月和芈蓉也给父王陪葬。他们年纪尚小，况且是寡人的王弟王妹。我何尝不知？可是昨夜你父王给我托梦，说他非常惦记芈月、芈蓉，他想带他们一同去。我怎能违逆先王这最后的要求？芈月、芈蓉是先王在世时最疼爱的公子和公主，先王有此要求，亦不为过。既然母后如此说，那寡人照办就是。魁姑，你先回去吧。奴婢要服侍举祭。不必了，这是我跟他2个人的事情。微后，妾身拜见王后。夫人应该说微后才是。是啊，先王的谥号是威王，如今你是大王的母后，本该在称呼前加上先王的谥号才是。妾身拜见微后。一个女人终于熬到自己称呼前面加上了丈夫的谥号，此生再也没有人压在我头上，再也不用跟人争宠，不必担心失宠，更不必担心有人对我和我儿女的算计，这是何等的痛快！微后所言甚是，你赢了。凭你，也配跟我论输赢？即便如此，妾身仍有一事不明。说，你要取项氏一双儿女的性命，便有了先王托梦要芈月、芈蓉殉葬之说。妾身不明，你那么恨我，更应该让我先死，又为何偏要留我性命？如此愚钝，还来跟我争斗？如今宫中谁是大王？芈怀。没错，我生的芈怀，让你死如同踩死一只蚂蚁。可惜宫中向来都是死比生容易，我要留下你，让你生不如死，是件极其有趣的事。我让你看着芈月、芈蓉去死，看着自己苦心积虑经营多年的希望被带到陵墓中去。我要让你在宫中好好活着，之后的每一日都会成为你漫长痛苦的折磨。让你死？不，那太便宜你了。妾身明白了。不，你还是不明白。你我这次的胜负只在毫厘之间，若命运稍有差池，坐在这儿的是你，而伏在脚下求死的是我。要怪，只能怪你的运气太不好了。你可以不对我留情，但是芈月和芈蓉还是2个孩子，究竟怎样，我才能保全这2个孩子的性命？除非有人去问先王，让先王亲口告诉我，他不需要芈月、芈蓉的陪伴了。
先王已逝，又有谁能问得了他？如无人能问先王，那我也爱莫能助了。夫人，夫人，人呢？放开我！你知道，我从不喜欢别人对我过分亲密。韦后说了，除非有人去问先王，先王不要你们陪伴，你们方能不死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和弟弟真的要去陪葬吗？的确如此，我不想骗你们，骗也无用。举姬已经无能为力了。夫人，蓉儿不会死。哥哥，魁姑明日会再去求韦后，魁姑愿意替你们去死，求他放过你们。我乏了，有什么话明日再说吧。明夜拜谢举娘娘养育之恩。明日月儿和蓉儿走了，便没有这个机会了。这是芈月心爱之物，今后再也无用，留给举娘娘做个念想。举姬去问先王啦！举姬去问先王啦！举姬去问先王了，这是如何问法？他就是以此白绫自尽的。是。魏后，你看，这绫上还有字。妾去问先王，遇见芈月、芈容否？还真去问先王。哼，先王会有答复吗？
母后，你看，这上面有一个否字。先王显灵了！先王显灵了！先王显灵了！好吧，大王，既然先王心疼你，预留2个辅佐之才，那就把芈月、芈容留下吧。多谢母后。你真行。月公主，荣公子，这是曲奇留给你们的。月儿，蓉儿，我去见先王了，不必为我伤悲。韦后说的对，没有了你们，我便没有了希望。日后我每活一日，都是严酷的刑罚。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们，尽管我曾经把你们姐弟2人当作我与韦后争斗的筹码，可终究我还是把你们当做了自己的儿女。娘娘。先王对你们关爱有加，把你们留下是要派用处的。自今日起，你们到先王的陵墓去守灵，在那里好好报答先王吧。韦后，芈音来了。哪个芈音？齐妃的女儿。哦，那个投河自尽的齐妃。她为什么投河来着？韦后，您忘了，齐妃是齐国公主。徐州之战，先王打败齐国，齐王愤恨不已，写信责怪齐妹不为母国说话，齐妃羞愧难当，这才投河自尽的。留下那个孩子，也是可怜。你等退下，即刻离宫，不可耽搁。是。月儿、蓉儿，我们走吧。拜见母后。这孩子真是懂事，以后就跟着我与舒儿作伴吧。谢母后。这是举基族人留下的一处宅子，几日前举基把小冉接到了这儿，由这位郑伯照顾。他就是我弟弟吗？对，他就是你的另一个弟弟小冉。小冉不哭，我是你姐姐，我会照顾你和蓉儿的。月公主天资颇高，在那陵园人烟稀少，切不可荒废学业。眼下我虽无法帮你们脱困，但我会继续给公主授课的。功课我会让子歇给你们带过去。谢师傅教诲之恩。公主保重。
月儿，子歇哥哥，你来的可真巧啊！今日我们要打牙祭呢。你怎么自己出来狩猎了？是不是内府的人克扣你们东西？稻米、葛麻倒是还按时送来，就是肉食初一15才有。人儿嘴馋的不行。你本该锦衣玉食，却在这粗茶淡饭，还要自己狩猎。锦缎有什么好的呀？一爬树就撕破了，还不如葛衣耐磨。对了，今日你给我带来什么了？我给你带了周礼，一共6篇，这是天官种载篇。每10日我给你带1卷，之后我就还给夫子，再给你换下1卷。子歇哥哥，你整日给太子做伴读，变得这么懒，我早就告诉过你吧，让你多给我带些书简来，你就是不肯多带。读书百遍，其义自现，不可图快。不许你教训我！好，好，好，我不教训月儿，只可惜在这陵园之中为先王狩猎，礼乐书数预设着流离，除了书跟数有点微末之技，我可以教你外，其他的都学不了。谁说的？我软鞭百发百中，学会了骑马，魁姑还教我弹箜篌、吹排箫。眼下我已经开始学3礼了。你说的那些不过是皮毛，算不得正式6艺。礼不是书，不是谁学会了背书就能了解的。居一气，养一体，只有从小生活在宫里，经过各种的朝圣祭礼，才知道礼是什么。乐是要用耳朵来听，魁姑毕竟只是个女婢，她能教你的只是小技，像云门、大弦、大勺、大夏、大户、大舞这6乐，和几百人的那种大舞，你没看过听过，用竹简是学不到的。真烦！你说了这么多，就是想告诉我宫里如何好，这里如何不好，可我偏觉得这里好。嘿，让我来看看这匹宫里来的好马跑得有多快！驾！哎呀！山鸡呢？山鸡不是在那儿吗？哎呦，月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手上怎么有血？是不是跌伤了？肚子疼。你肯定是摔伤了。走，我抱你回去。魁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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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姐姐没事吧？月儿刚才她说她肚子疼，衣服后面有血，肯定是跌伤了。魁姑，月儿伤的要紧吗？不要紧。姑姑是说月儿她伤的不重。你和蓉儿先出去，我来打理。我也许能搭把手。出去。魁姑，这个忙你们谁都帮不上。跌伤，就是肚子疼，在流血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月儿长大了，要做女人了。不，姑姑诓人！姑姑何曾诓过月儿？姑姑就是诓人。月儿不要做女人，月儿要当男人。做女人有什么不好？就是不好。宫中有那么多女人，就围着父王一个人转。娘亲就是女人，只能日日站在门口傻等。我不要做女人。这事儿啊，由不得月儿，也由不得姑姑，是少司命早就安排好的。就不能改变吗？月儿，换套干净的衣服吧。月儿，姐姐，月儿，月儿，魁姑给你疗伤了吗？月儿，你哭什么？魁姑说，这是
少司命的安排。少司命？月儿，我要回去了。月儿，你快走吧，趁着天还没黑。听屈夫子说，宫里头又开始给大王选妃了。宫里头的女子都跟蟋蟀似的斗来斗去，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想进来？女孩子家15岁及笄，之后父母就给他们寻婆家。如今楚国战事不断，昨日心腹，明日寡妇的女子比比皆是。若是能留在宫中，总比嫁到寻常人家要好些。我该走了。身上有股异味。嘘，你疯了吗？说这样的疯话，你还想让大王看上你？那假如有人问起，姐姐该如何应对？就说什么都没闻到。你等退下，后面的上前来。拜见大王。抬起头来。你。小女子尚蓉儿，拜见大王。何故离寡人那么远啊？大王神武，小女子敬服。上前来。再上前来。寡人问你，你可闻到什么气味没有？说话呀，闻到没有？香味儿，整个大殿都是熏香的气味。哼，还磨叽什么？别耽误了别人的好时辰，快走吧。你。民女圆珠，洞庭人士，拜见大王。抬起头来。长得果然不错。你老实的告诉寡人，你闻到了寡人身上什么气味没有？寡人身上的气味。你说没有，那你为何憋着气，连话都不敢讲？下去。你。小女郑秀，拜见大王。告诉寡人，你闻到了什么气味没有？是的，小女子真真切切地闻到一股气味。闻到了什么气味？一种特殊的气味。特殊？一种大王身上独有的，
气宇轩昂、动人心魄的气味，一种让天下男人都黯然失色的气味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！来，寡人身边来。是大王。听你刚才那般讲，你是喜欢这个气味了？闻到这股气味，小女子情不能已。你当真喜欢吗？今日寡人见了那么多个，只有你最合寡人的心意。寡人赐你杯酒喝。谢大王。来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姐姐，月儿，月儿找什么呢？记得葵姑上次把一个陶罐放在哪儿了？月儿想用它插花。哟，我们月儿什么时候也爱上花花草草了呀？葵姑，你看它多好看呢！好看，跟我们月儿啊一般好看。月儿才不要什么好看，我们月儿打扮打扮，比花儿还好看，是不是蓉儿？是啊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姐姐是淑女，黄歇哥哥是君子。你再敢胡说！女孩子家有人喜欢是好事儿。我们月儿手又巧，心又好，长得又漂亮。葵姑，这是给小冉做的衣裳吗？是啊，已经做好了，姑姑明日就给她送过去。诶，你在念什么呢？我在念《诗经》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；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。子歇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来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月儿好看。说胡话。月儿是好看。我好不好看与你有何干系？呆子，还不快来帮忙？哦。这后日就是寒食节了，听说大王和威后要来给先王扫墓。是啊，宫里头已经把该用的东西都送过来了。那日公子和公主们都要跟过来，人多眼杂，你们最好小心点儿。多谢智姑姑提醒。智姑姑，又来采草药了。是啊。姑姑，前段时间我采了不少金钱草和夏枯草，都晒着呢。姑姑要不要带走啊？改日再拿吧。这山上啊，长着什么草，有什么药，月公主比我都清楚。黄公子也在呢。哎，姑姑。天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吃完饭再走吧。不吃了。那我送你。好，姑姑慢走。姑姑慢走。好香啊！
嘿，嘿，笑什么？干嘛呀？你别动。干嘛呀？头上有根草，我帮你拿下来。看，没骗你吧？天都晚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去啊？姑姑说了，留我吃晚膳，今日有余。你就那么馋啊？人家皇公子大老远的来给蓉儿授课，该留人家吃饭。姑姑，就那么一条鱼，让他吃了，蓉儿吃什么？我愿意把鱼让给子谢哥哥吃。听见没有？那你就别吃了。蓉儿，吃鱼。蓉儿，你吃。吃鱼。姑姑不爱吃鱼。我也不爱吃鱼，月儿吃吧。来，小心刺啊！你们都不爱吃鱼，那以后我捕鱼自己吃。我爱吃鱼，那就赶紧吃吧。姑姑吃。水的，真是个好地方啊！青山再好，好不过你秀色可餐。大王，大王，母后何事？今日祭奠先王，要焚香奠酒，礼拜插领。公子公主们要站到前面，嫔妃要按照位分排到后面去。爱妃，委屈你了。反正这种事情，我也不愿意站到前面去。夫人怎么了？啊，轻点！手都红了。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，你看都成这样了。别怕，我有办法。好疼啊！夫人，您再忍忍。哎！这是大蝎子草。蝎子？咬人比蝎子还厉害的一种草。当年我娘亲就是被这种草给害苦了。你娘亲也是宫里人呢？我娘亲是相妃，早就过世了。你也是公主？怎么穿成这样？在这种鬼地方？父王过世后，魏后罚我和弟弟在这里给父王守灵。好了，这草清热解毒，再过1-2个时辰，你的手就没事了。谢谢妹妹古道热肠，来日郑秀有机会，必会投桃报李。不用放在心上。大王祭礼，拜！起！大王奠酒。
妹妹。是月妹妹吗？舒姐姐，月儿正想找你呢。月儿好久没有看到你了，月儿好想你啊。是啊，见你好难，我适才也到处找你呢。我刚好给一个面生的姐姐帮了点忙。那人是郑秀，这几年新晋的嫔妃中最受大王宠爱。去年生了位公子，大王将他提了南后的位分。不过母后很不喜他。宫中女子，除了你，有谁还能让魏后欢喜呢？宫中的姐妹也就属你最倔强，有的人可会讨母后欢心了。我正在尽力说服母后，让你和米荣回宫。听说屈原大夫也在想办法，你还不赶紧把嘴巴变得甜一点儿？月儿不会变，也不想变。回宫有什么好的？你看这儿，天宽地广的，多自在啊！就算你不想回宫，你也不替米荣着想。米荣已经10岁，他不能总在这陵园守灵啊。你们在这个地方，像庶民一样无声无息，野生野长。诗书礼乐射御全都与你们无缘，将来米荣总要走到人前去的。若是没有封号封地，他成人以后如何安身立命？哼！再拜，起，退。众公子祭灵。祭奠已经开始了，舒儿哪儿去了？再拜，母后。婴儿适才看到有人硬把舒妹妹给叫走了。何人这样无礼，耽误了祭奠时辰？先王是要怪罪的。母后说的甚是，那人啊，本来就不曾受过教化，不知礼义廉耻。但婴儿最担心的是，万一他带坏了舒妹妹。退！你们在这儿有肉吃吗？好大的胆子！母后，韦后，多年未见，没想到你比我想象的还不堪。芈月不知做错了何事，让魏后震怒，还跟我顶嘴，跪下！你自甘堕落罢了，还竟敢教坏我的舒儿！母后，此话从何说起？你可知今日来先王陵园做什么？时辰是已经算好了的，祭奠已经开始，你不在先王那儿尽孝，反而跑到这儿来跟芈月混在一起。舒儿忽略了时辰，是舒儿的不是，求母后不要责怪月儿。尽良者会，尽愚者痴。若不是这个丫头，你何尝这样不知轻重？母后，我拜见魏后。月公主若是有何差池，都是奴婢的过错，望魏后恕罪。我跟公主们说话，什么时候一个奴婢可以随便过来插嘴？贵贱有别，公主是贵重人，即便是出了过错，责罚也该由奴婢承担。来人，在，把这无礼的奴婢拉下去，打20杖。是。葵姑，月儿，放开葵姑，放开葵姑，月儿，魏后，葵姑是奉先王之命来照顾弟弟和我的，一向循规蹈矩，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念在他年纪大了，受不起这20杖，望魏后饶过葵姑。母后，求你放过葵姑吧。即便是先王之命又如何？先王仙逝多年，那些曾在先王身边待过的阿猫阿狗，以为可以永远得到先王的庇荫？都是月儿的错，都是月儿的错，请魏后责罚于我，放过葵姑。她是奴婢，带你们受杖那是本分，你们还为了她自请责罚，真是失了体统。好了，祭奠时辰不等人，你们赶快起来，马上到先王的灵前奠酒焚香吧。
吧，这20丈击杖之上不会要了我的命。都怪我不好，连累姑姑挨打。傻孩子，这跟你有何干系？不管有没有理由，他都会给这个下马威，这叫杀威棒。我恨他。不，月儿，咱们现在要做的呀，不是恨，是忍。忍到几时？忍到我们回宫。那个女人，姑姑心里清楚，你娘亲和菊姬都死在她的手里，她巴不得你们在这儿自生自灭。你们一定要抓住机会，让宗室朝臣们留意到你们还活着。只要能回宫，在宫里熬上几年，等蓉儿分封了，我们就能平平安安的跟她到封地去了。鱼儿明白了，为了蓉儿，为了我们大家，我一定忍。大王到！拜见大王。臣妾拜见大王。爱妃免礼，你可知道寡人有多想你？拜见大王。大王累了一天了，臣妾备了点薄酒，给大王解解乏。爱妃不忙。爱妃，你可知道？下去，下去。是。爱妃，自从上次你跟寡人游戏捉住了寡人，即便是在朝堂之上，只要寡人想起了你，那都是心惊摇曳，难以自持。今夜换寡人来捉你如何？哎呀，大王，大王，你先别急，臣妾有些事情想问问你。快问，快问。臣妾问大王，你对芈月和她弟弟今后有何打算？今日真是奇怪，屈子来向寡人提议，想让那芈月、芈蓉回宫受教，母后呢就坚决不同意。现在你又来问寡人，为何呀？在陵园时，芈月曾帮助过臣妾。哦，臣妾觉得这件事情，母后就是太过于小气。听说芈月和她弟弟在陵园已经守了6、7年，就算是给先王守陵3年，这时间也够长的了吧？如果大王的骨肉手足长期流落在外，不受6艺之教，太失体统，传出去岂不成为世人的笑柄？爱妃所言极是，那就依爱妃的意思，让他们回来。大王这是答应了？答应了，答应了。大王重情重义，臣妾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等一会儿寡人捉到了你，自然会让你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来来来，给寡人蒙上。大王，你来抓我呀！哎、大王，我在这儿呢。大王，你快来呀！哎，哎，母后，舒服吗？妃后，听说大王要让芈月、芈蓉他们回宫了，连屈子都在替他们说话，大王自然是顺水推舟了。那个芈月自小是个害人精，妃后可得留意了。母后不用过于担忧，因儿想将那芈月收进宫里头也好，放在外头太让她逍遥自在了。收进来，再厉害的精怪也不敢在母后面前兴风作浪啊。瞧瞧，这偌大的后宫，属婴儿这张小嘴最会说话。哼。拜见母后。起来吧。大王有令，让你等回宫。芈蓉由魁宫侍候，入住云梦台；芈月进高堂台，
给舒公主作伴。我思量你虽然不通琴棋书画，但粗活应当不错。以后记着，日日把这大殿的台阶给我清洗干净，然后拔草扫院子。再有功夫，就要悉心照顾舒公主的起居，也算是物尽其用。玳瑁，好好训导她，让她懂点规矩。是。月儿，这擦地的活姑姑帮你干。回姑记性这么坏呀？才几日就忘了那顿杖责了？姑姑，你带蓉儿回去吧，这点活我干得了。月公主，在奴婢这儿可别想偷奸耍滑，好好干活吧。回去吧。魏后，舒公主戴这只金簪如何？那这只呢？好啦，今日习练少司命祭舞，时辰都要到了，戴哪个不一样啊？就它吧，快点儿。随他吧。月儿。月儿，姐姐，快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管他哪里，走就是了。快走。月公主，台阶擦干净了吗？已经很干净了。可上面明明还没擦。我说干净就干净了。舒公主，微后有旨，月公主不需要习练祭舞。那母后也没有下旨说月妹妹不许看本公主习练祭舞吧？走。姐姐已经苦练好些日子了。4个月后，大王宫中祭祀大典，要选得当之人献祭，他是志在必得呢。好。2位公主辛苦了。舒公主，这支少司命祭舞您习练的不够，此舞中要有手捏兰花的优雅，舒公主似有所不及。此舞却不是舒儿所长。舒公主的不及在于习练的不够，殷公主的不及却在于习练的过于刻意。我哪里跳得不好啦？难道习练多了也是错吗？公主们天生娇贵，生而自有俸禄彩艺。若论习练琴棋书画、礼乐骑射，乃至于女工厨艺、当家理政，是为了陶冶情操、增广见识，不至于五谷不分、四体不勤、雅俗不变、遇事不知。所以，让公主们习练的宗旨是什么呢？伊儿，他知道。他知道什么呀？诗书都没读过几句。你说。我想，既然让公主们练习琴棋书画，只是为了陶冶情操、增广见识，那宗旨便在于广，而不在于精了。
月公主所言极是。若论厨艺，无不如庖丁；若论女工，无不如缝人；若论歌舞，更是怎么也经不过那些方士的歌舞伎们。但是学了这些，我们可以鉴赏，可以评点。殷公主，您过于醉心这些墨道，未免买椟还珠。正声味乐，原也不是君子所好。哼，巧言令色，什么女士啊，根本就是个马屁精，只会奉承嫡公主。淑公主做什么都是楷模，淑公主跳得不好，也自会得其精髓。我明明比她好过很多，却成了买椟还珠了。公主，仔细脚下！贱婢，为何把本公主引到坑里？婢子并没有。还敢多嘴！殷姐姐不必使气，没有跌伤便好。跌不跌伤是本公主自己的事儿。可笑的是，如今出身微贱之辈，也都来冒充公主，还到处称姐道妹。殷姐姐不是未老先衰，目力苦短吧？这长廊平坦本无坑洼，你怎么就能看出坑来了呢？所以看人低矮猥琐也不足为怪了。月儿，姐姐，你们这儿好热闹啊，何事如此有趣？月儿听说殷姐姐近来贵体欠安，经常耳聋眼花，有病切勿耽搁，要找御医及早医治才是。月儿，杨凌台那边好热闹，陪我过去看看吧。看什么？你竟不知，今日判公大比，武比在郊外，文比就在杨凌台呀。有文比，还有武比，甚好。鱼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。算了吧，这会儿要去郊外，太阳都要偏西了，还看什么武比呀？陪我去杨凌台吧，走吧。走。公主，是否即刻回宫？多嘴！我也去杨凌台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快来呀！是那边吗？就是那边来。哎呀，好多人呢！是啊，他们都来参加今日的文比呀，个个都是气宇不凡呢。今日啊，真可谓是人才荟萃呢。哎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真是啊！我看看，让下我看看。那个美少年是谁啊？我知道，那个呀是唐乐。那个就是写章台赋的唐乐呀。听说他和宋玉、景差三人被称为继屈子之后年轻一代的三大才子呢。是吗？哪个？我看看。舒妹妹，你看后面那个更是气质不凡。是穿黄衣服那个吗？不是，第4个穿红衣服那个。哦，那个我知道，那个就是写《大昭之赋》的景差。原来《大昭之赋》是他写的，辞藻华丽，读来倒也唇齿余香，只是过于米粒了。其实《大昭之赋》不算什么，最厉害的是屈子新收的徒弟宋玉，据说能歌能赋，而且长相还格外俊美呢。哎，你看，景差后面那个就是宋玉，看见了吗？还真是好模样。但愿内外皆是一般的锦绣。我看这场上的公子们都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可不是我们大楚人杰地灵呢。就是啊。拜见大王，起！这些世子们倒也一个个都玉树临风的。爱妃春心动淫。大王，你拿臣妾打趣。知好色而慕少爱，男女皆是无分彼此，更何况是食色性也。爱妃无需害羞。大王真坏。男后是后宫楷模，理应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。母后教训的是，但臣妾是为宫中的那些公主们做打算呢。此话怎讲？宫中的公主们大多已行家姬之礼，故
初见君子，云胡不喜？只是不知道，这里面哪一位才是舒妹妹的君子啊？舒儿的君子怎会在这群人里？舒儿是嫡公主，将来必要嫁给一个国君的。听说这次5国使臣都要到郢都来，就是要跟我们楚国联姻的。大王，今日比文第1场，公子歇对公子乐，题目：不学诗，无以言。刚刚出场的那个世子是谁呀？可是东向而立之人。正是。那是当今才俊黄歇，太子的伴读，众世子中的佼佼者。孔子作诗300，分风雅颂3部，其中国风160篇，是学习各国语言和风俗的起步。行走列国，若是语言不通，以国风诗篇交流，已成常例。所以说，不学诗，无以言，便是如此。公子乐所言甚是，只是黄歇有一事不明。既然国风是诗中重中之重，为何列国习诗都先习宋？黄公子越是一首唐论也不错呀。对呀。习诗之所以先习宋，宋乃宗庙之礼。习宋之时，习礼仪，通音乐，做人以礼行天下。然后再是学雅，通晓周天子历代之功业，而知王朝兴废。更要紧的是，雅言是周成所用的语言，也是列国通用的官方语言。此后再学列国之风俗和语言，这便是习国风了。这样便可以点及面，一通百通。今日要论清新俊逸，品貌非凡，非他莫属。我觉得月儿适才还说殷姐姐耳聋眼花，此话可见有误啊。舒妹妹，好啦，我只听说黄歇文笔风流，潇洒倜傥，而且不光屈子推崇他，就连宫中的大臣们都很看重他的文采。屈子不在，这赛场上抢风头的尽是他的弟子。他在与不在有何区别？屈子游历5国，正在到处游说诸侯们搞合纵的。现在楚国里没有人比他的风头更劲了。依黄公子之言，这风雅颂的次第应该为颂在前，雅为后，风更次之。错，风以感发人之良心也。人心正而后有正论，风在前，雅在后。朋友正而后君臣正，故大雅次小雅；君德正而后成功，故颂次大雅。所以诗300篇中，雅颂皆起于风而次于风。哎呀，黄公子真是有学问啊！是有为啊！果然，百闻不如一见。今日比文，高手如云。月儿，依你之见，今日花落谁家啊？我不知道。黄公子人中翘楚，因而看，今日赢者，非他莫属。你那么稀罕他，我怎么就没觉出他的好呢？黄公子言之有理，但在下仍有一事不明。这从古至今，学子们为诗言志还是诗言情而争论不休，不知黄公子有何高见？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情动于中而行于言，言不足故皆叹之。情即为志，志即为情，情志不可分家。受教。太厉害了，真厉害！黄公子果然学识渊博。就是啊。小人孟浪多有得罪，不知公子正在习练软鞭，迷因打扰了。本公主刚刚在这丢了个香囊，你可否看到？鄙人正打算离去，未见到公主的香囊。
子面熟，敢问姓名？在下太子伴读黄歇。哦，原来是公子歇。前日叛公文笔，你一举夺魁，据说那些什么宋玉、景差、唐乐，都输得心服口服呢。总算不负屈夫子教诲。只是不负屈夫子吗？还有大王的主望。除了大王呢？你也算没有辜负本公主的厚望。赛前我曾与人打赌，说你必赢。承蒙公主教诲。殷公主，殷公主，公主让婢子好找啊！我又没聋，叫活似的喊我做什么？本公主的香囊丢了，你快去别处寻寻。是这个吗？公主，您不是一直让婢子帮您拿着吗？黄歇先告辞了。哎，哼，真是个呆子！公主，您是在训斥灵儿吗？你也配！姑姑，回姑，姑姑，月儿，姑姑，月儿，我想死魁姑了。月儿好像变白了，但是瘦了。姑姑可好？好，姑姑再好也比不上你们了。快坐。眼看着你们一天天长大，连蓉儿、小冉都变成翩翩公子，仪表堂堂了。蓉儿呢？出去了，跟几个公子去郊外骑马了。小冉呢？在郑伯那里可安分。听说读书不大用心，但极喜爱舞刀弄枪的。男孩嘛，喜欢刀剑也是情理之中，让魁姑操心了。啊，这是我偷空做的一些针线，拿去给郑伯，到集市里多少能换些银两，补贴家用。魁姑，你看看。你在威后那儿受尽苛责刁难，还要想办法接济2个弟弟。月儿这针线是越做越好了。姑姑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不碍事的，已经有些日子了，看什么呀，眼前都是雾蒙蒙的，大概是快入夏了，暑热闹的，一立秋就好了。我看看。姑姑，这是翳，是眼疾，你的眼睛里长翳了。人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姑姑，你这是积劳成疾，是给累的。宫里常年克扣陵园的钱粮用度，若不是姑姑，爷爷苦熬做针线出售，我和我的2个弟弟早就被冻死饿死了。不必如此惊慌，姑姑的眼睛自己心里有数，不熬到你和2个弟弟长大成人，是不会瞎的。姑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治好你的眼睛。几日不见，公子用鞭炮时的技艺又有所精进。精进什么呀？跟师傅比，只有惭愧。急什么？总有一日徒儿会超过师傅。哎，你看这鞭如何？我看这手艺，像是宫中最好的工匠所为。男儿所用的大鞭都较为粗壮，这条鞭子看起来似乎略轻巧了些。轻巧了吗？那正好送给月儿用。月儿挥鞭如流星闪过，此鞭就叫
留心编吧。男子持鞭，也有大小长短之分，大的强悍，小的轻便。公子这支鞭，做随身之物也很好啊。那这样吧，月儿替我先存放几日，如何？适才我见你在地上寻寻觅觅，不知你在寻觅些什么？魁姑患了眼疾，女医治曾告诉我，野菊金银花护肝明目。我已然采集煎汤给魁姑饮用，可昨日又得一秘方，说黄连清热解毒、泻火燥湿，若能将新鲜黄连的根茎碾碎，敷于眼疾处，效果极佳。可我寻遍宫内外，却找不到一株黄连。楚国虽产黄连，可是都长在高山峻岭之处。若要在这隐都寻到一株黄连，恐怕是难了。有一个地方，或许可以试试。哪儿？走。你老牵着他干什么呀？带宝官出去溜溜，别老戳在我眼前。是。夫人，怎么样？打听到了吗？大王去哪儿了？大王在魏后那里用的晚膳，原本要来咱们兰桂台的，但魏后说赵姬怀孕，多日不适，硬是逼着大王去了赵姬处。昨日大王就去了赵姬处，今日又去，也不知道魏后收了赵姬那个小贱人多少好处孝敬，天天袒护他，处处与我作对。去，差人告诉大王说公子兰病了，我看他来不来。是。你真以为这有黄连？大王宠信郑袖，前不久让人出去搜集了许多隐都很少见的花草，都移种在这里，据说不乏药材，咱们可以试试。去看看。走。你看看，这园子里多少难得一见的兰花香草，可惜郑袖是个俗人，这些花栽在这儿真是白糟蹋了。夫人，魏后来了。怎么搞的？大王没来，他却来了。扶我。是。拜见魏后。拜见魏后。我听说公子兰病了，难道南后也病了？南后连日照顾公子，衣不解带，目不交结，心力交瘁。身为后宫嫔妃，就算儿女有疾，也要衣着鲜洁整齐，不可任意放纵，不顾妇容。母后教训的是，前几日母后教训臣妾，让臣妾动不轻狂，笑不露齿，衣着简朴。臣妾就是按照母后的意思做的呀。我说的是这意思吗？大王到！拜见大王。母后。大王，子兰病了，臣妾只顾悉心照顾孩子，蓬头垢面，实在有损嫔妃的身份，请大王恕罪。爱妃快快请起。大王，看着爱妃如此辛苦，寡人很是心痛。是谁说爱妃有罪啊？何罪之有？母后正在教训臣妾，是臣妾的不对。后宫佳丽众多，大王这等疼法，只怕是疼不过来吧？母后教训的对。本来听说大王要在赵姬处留宿，让大王这样匆匆赶来，臣妾的罪过就更大了。紫兰到底病得如何？刚才让太医看过，紫兰体弱容易积食，
需要时时小心照料。带寡人看看去。大王，请跟我来。瞧，水会五味子，它浑身是宝，能祛风活脉、调气止痛、清肝明目。果子成熟后还香甜无比。既然如此之好，咱们就带回去给魁姑，这也算物尽其用。好啊，摘下来，我去那边看看。好。玉儿，快来！黄连，这叫梨，也叫野灰菜，可以做汤，可以烹菜。尽管它的叶子和黄连极为相像，但味道却是很鲜美的。玉儿知道的真多。也许今日咱们白来了。再找找。有了有了，黄连，这就是黄连。快把根挖出来。什么人？侍卫，侍卫，来人呐！快走，快跑！我有软鞭，挡他一刀，不是难事儿。侍卫来了，被他们抓住可是大罪，快跑！小心点，小心！站住！快走！你何人？敢擅闯兰桂台？在下太子伴读黄歇。带走！大胆黄歇，你身为太子的伴读，竟然做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。你若真的偷鸡摸狗也好，为何把园子搞得一塌糊涂？我倒想听听你的理由。是黄歇做的，就是黄歇做的，没有理由。你也是知书达理之人，难不成跟我这园子有仇，跟我的宝官有仇？哎呀，黄歇啊，你要是这般死硬，就不要怪寡人对你不客气了。来人！大王，有人来投案自首，说大王抓错了人犯。什么？投案自首？带他进来。是。玉儿，你来做什么？今晚发生的一切，都是芈月所为。望大王威后、南后，责罚芈月，不要错怪黄公子。不要听芈月胡说，此事是黄歇一人所为，与芈月无关。狗是我打的，花草是我踩烂的，你是一边看热闹的。侍卫抓住的是我，谁看见你做了？好了，我心里有数了。黄公子是出了名的谦谦君子，将这糟蹋花草、打狗之事由他一人承揽，说什么我都不信。芈月向来刁蛮无理，这倒是像他的做派。这件事情既然已经有人招供，也算是有了眉目。至于怎么处置，芈月是罪魁祸首，从陵园回宫才多少时日，就将后宫搅得鸡犬不宁。大王要以一警百，严惩不贷，以免他带坏了后宫的公子公主们。至于那黄歇受人蛊惑，不懂礼法，也该给他点教训。母后所言极是。大王，敢问大王，这兰桂台是何人的寝宫啊？爱妃，你是说笑呢？这兰桂台自然是爱妃你的寝宫啊。那大王为什么不问问臣妾，该如何处置闯入自己寝宫的人呢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倒要问问，你想要如何处罚这闯入你寝宫的人呢？
月妹妹，你这淘气也淘得太过分了。我与你打赌，说你能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闯入我的后花园摘我花草。我说不信，你不仅动真格的，还找来黄公子做帮手。然后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看我怎么罚你。芈月任性不懂事，任凭南后姐姐打骂。大王，你看看你这妹妹，娇嫩的跟朵花似的，我哪舍得打她骂她呀？你呀你俩怎么还不起来？真打算在我这跪一夜呀？此事不能就这么了结了，以后后宫还有没有规矩王法了？母后，这都是自家人，这规矩王法不都是大王一句话吗？大王，你得给臣妾做主，我要芈月和黄公子给我的宝官赔不是。好，那个芈月、黄歇，一会儿给宝官赔不是。大王，大王，这园子是爱妃的，宝官也是爱妃的，您说这事儿该如何了啊？这个园子是爱妃的园子，宝官也是爱妃的宝官，这件事情自然是爱妃说怎么了，那就怎么了了。谢大王。不成体统。外面天黑路滑，请母后慢走。哎呀，你这个蜜罐子！你们俩还杵在这儿干什么？还不赶紧下去？谢大王。谢大王。谢谢大王。那我倒要看看，你要怎么谢我呢？等我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怎么没出去啊？站住！你俩与我说实话，这黑灯瞎火的到我的园子里究竟干什么来了？芈月有一至亲病了，需要一味草药，正巧这草药长在了南后的园子里。哼，又是草药！你芈月真当自己是扁鹊在世呢？南后宽宏大量，我才不宽宏大量呢！我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幸亏我的宝官生得不重，否则你们……谢南后。谢南后。你俩给我记住了，今日之后，你们可是欠着我的，自求多福吧。母后还在为昨日的事情苦恼吗？区小事就不要再生气了。今日我叫你来，是听说五国使臣不久要到郢都，商议与楚国联姻之事。几个公主都到了出嫁的年纪，尤其是舒儿，她是你的亲妹妹，我们更应该为她早做些筹划。母后放心，舒儿的婚事，寡人从不敢掉以轻心。舒儿是我大楚的嫡公主，在寡人看来，想觅得佳婿并不难。在这几国当中，韩国的韩侯已婚，齐国齐王年老而齐太子尚幼，都不合适。或许燕国的太子哙、魏国的太子赤，还有赵国的赵侯雍，可以斟酌取舍。燕国太远且暗弱，魏国在走下坡路，而且求婚的是太子，都不如直接嫁给诸侯王最为有利。说起来，赵侯雍是最好的备选。他15岁继位，如今20多岁，且赵国都城邯郸又是出了名的繁华绮丽。寡人也听闻，这个赵侯雍胸怀大志，才智惊人，在列国当中倾慕他的公主不在少数。当然，他们要想与舒儿比，那就是烛火之光与日月争辉了。再者说，列国之中，我楚国最强。试问有哪一国的国君太子不想娶我楚国的嫡公主为王后呢？还有几个刚行过佳姬之礼的公主，我也有所打算。愿闻其详。公主芈音乖巧伶俐，平日在宫中对我也是恭敬顺从，或许可以嫁给魏太子赤、燕太子哙。母后所言在理。那其他几个公主呢？寡人记得有个公主叫芈京，还有昨晚闯祸的那个芈月。芈京倒也罢了，至于那个芈月，
她是应生的女儿，将来也只能做应，做个陪嫁。琴儿，去外面把月儿给我叫进来。是，月儿，快来！你看，为何你绣的香草呼之欲出，能引来蝴蝶？可是我绣的花儿垂头丧气，愁苦不堪，气死人了。天下哪有长在丝绢上的花朵？若想绣花，先与花作伴。舒姐姐该多在园子里走走，心里沾上了花草的灵气，绣在丝绢上又有何难处？可是母后最不喜欢我出去了，哪像你10条绳子都拘不住你。哎，昨日晚上我去你房中找你，你房中无人，偷偷溜到哪儿去了？自然不会告诉你。不告诉我算了。让你不告诉我，让你不告诉我，快告诉我，告诉我，快了你了！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就是公主。是公主，刚才我从魏后的屋前经过，听到魏后在和大王商议公主们的婚事。说了什么？说是列国的使者们马上要到郢都来，向公主们提亲。哦，还有呢？还说了有一个叫什么强秦，是秦国。哦，那就是秦国吧。据说秦军嬴驷的王后都过世1年了，一直未纳新宠，所以也有可能来求婚。有人与我提起过秦国，说那里的人粗蛮彪悍，一个个茹毛饮血，可怕极了。哦，还有西北的烈风，绝对不是我们楚国女子能忍受得了的。我听到的秦国可不是这样的。我听说秦人个个身形魁梧高大，英勇善战。那你嫁到秦国去好啦。那说不定将来我们俩一块儿嫁过去了。大姐，大王还没有出来。从早朝后就进了交房殿，到这时候没有再传唤任何人。哦，楚离子，大王跟老奴吩咐过，不让任何人进去。大王若恼，怪罪我好了。哎，楚离子，楚离子。王兄，你跪在这儿做什么？臣弟知道王兄与灵后伉俪情深，听说王兄从午前就进入这交房殿，整整1日，粒米未食，滴水未进，臣弟难免有些担心。今日是他的忌日。过去1年里，因大秦千里之地，尽系于寡人一身，所以从不敢废弛政务，有懈怠之心。唯有今日是个例外。寡人和他说说话，让他知道寡人的心事。不知王兄都跟他说了些什么？
寡人告诉他，天下大事，非归秦即归楚。听说楚国的屈原游历五国，正在游说诸侯合纵，与秦国作对。我们不可任凭他们鼓噪而无所事事。再者，国不可常年无后，后宫不可永远无主。寡人的后宫已经空虚1年了，所以楚离子，臣弟在。你可愿随寡人去楚国走一遭？去楚国？不错，去看看楚国的山川人物，给那些搞合纵的家伙添点麻烦，顺便娶个楚国公主回来。臣拜见大王。众卿免礼。谢大王。会。归坐。屈子，臣在。此番出使成果如何？禀大王，臣此番出使已与列国达成协议，齐、燕、赵、魏、韩5国已经答应4个月后与我大楚在郢都举行会盟，并且各国都有意与我楚国联姻，一致推举由我楚国作为合纵长，共同联兵对付秦国。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此番大王为合纵长，实是我楚国大扬国威之时。屈子实在有功，此番郢都之会就由屈子一手操办。臣遵旨。屈子快快免礼。臣以为会盟之时，诸王齐聚郢都，屈子一人恐怕过于操劳。言之有理，那就劳烦令尹朝阳协同屈子。公尹昭居和大夫晋尚都办事谨慎，也可协同屈子。不知大王意下如何？屈子意下如何？臣以为晋尚大夫事务繁忙，公尹昭居一人辅助即可，请大王恩准。准。绿叶惜素枝，绿叶惜素枝。公子歇，门外有一公主要见你。月儿，月儿。是殷公主。皇公子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感激殷公主挂牵，不知殷公主找子歇有何贵干？上次在后花园看到公子把玩软鞭，技艺娴熟，那软鞭更是模样稀罕，猜公子定是用鞭的行家里手。俗话说，好刀配好鞘，好马配好鞍。我这里有块上好的玉髓，如嵌在鞭柄上，正配得上公子的鞭子。你看看这块玉髓，是否合公子的意？这块玉髓是我母亲当年出嫁时的陪嫁。楚国尽管富庶，宫中宝物无数，但像这样好成色的玉髓却是不多见的。多谢殷公主厚爱，只是此物过于贵重，子歇绝不敢领受。更何况是你母亲所赐，理应珍惜，怎可随意送人？这也是本公主的一片心意。无功不受禄。太子还有事传唤，子歇先告辞了，多有得罪。公主是否即刻回宫？皇歇，刚才竟然把我当成芈月。102看，公主和月公主的背影还真有几分相像呢。你这种半吃半呆的婢子，要你在身边有何用？回去。公主，